来是亲民党来公布着不分区的名单，为这个名单会当看出亲民党甲郭台铭密切合作。像这个郭家军的英灵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排第4，进入到安全名单；副执行长蔡庆瑜是排第9。另外排第3的联电的英务副董事长薛明志，嘛是郭台铭推荐的。台湾加油！台湾加油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公布22位不分区立委的名单，以及将要争取选民的支持。以公开、专业甲关怀弱势三大特色，要拼2020的选战。宋楚瑜和余香说到还会做得到，没有哪一家军。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未来在立法院为全民打拼。名单的头一个是新兴蒋介人民秘书长田世华，现任的立委李鸿钧甲陈怡杰排伫第2甲第5名。第3是联电英务副董事长孙明志。郭家军的英灵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第4名是安全名单，副执行长蔡庆如是排第9名，拢是郭台铭的色彩。郭董个人的意志，我觉得不完全相当。我第一个，我代表我自己，宋主席跟这个郭董事长呢，都有跟我这个表达他们的希望，那我也非常尊重。目前亲民党伫立法院有30立委提出这个不分区的名单，一共是专业排第1，超越党派。看到立法院这个环境里面，我在想说，我以后会不会这个更累人这样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集体战。就看亲民党伫宋楚瑜第5摆参选，甲郭台铭双双的加持之下，敢有法度调搁较侪立委？